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事有人问你讲，你敢接受洗礼啊？你大概会真清楚回答讲有，也是你会回答无。总是若是有人问你，你是毋是有接受过圣神的洗？拍算真侪人毋知要安怎回答。你若毋信，你问你厝边隔壁，你甲伊问，你有受过圣神的洗无？看伊安怎回答。有个人可能讲，应该有吧。有人会讲，什么是圣神的洗？我看到听过都毋捌听过。但圣神的洗，这字洗，伫希腊文是巴提。这个巴提萨啊，这个巴提索啊，意思是讲，互一个物件变做淡这种的状态。那这个动词有两种表达的方式，一个是普通的方式，咱讲浸，还是讲转，还是讲嗅。譬如讲，咱咧食物件、食沙西面的时阵，温一粒豆油，还是讲咱染色，啊，将咱这个染料染伫咱的头毛，还是讲转水，还是讲啊，这个转，还是讲啊，这个洒水哈，压水。另外一种，伊是非常加强式的一个动作，完全淹没伫水中，还是讲你的车泡水啊，规台车泡伫水内底，还是讲浸伫水内，咱看去风台来的时阵，有个厝拢淹伫即个水内，还是讲你浸伫水内。伫咱日常生活中间，咱介常出现的是讲，咱洗骹、洗手、洗咱的身躯，也是讲咱伫爱洗衫，透早起来。你第一个动作可能是爱将你的喙洗互清气。洗的目的就是要将垃圾的物件洗除。咱的手、咱的骹、咱的身躯，包括咱的喙，常常伤过垃圾，必须要常常用水来清洗。但犹太人非常重视洁净礼，所以要食饭进前，的确爱洗手。对外面的所在进入到伫这个厝底的时阵，也着爱先洗骹。你若去摸到无清气的物件，你着洗全身躯。但伫宗教上、甲道德上，洗嘛非常的要紧。咱毋是干那爱洗手、洗骹、洗咱的身躯，咱嘛着爱洗咱的心。洗心就是将咱心灵中间因为犯罪所填满、所留落这些垃圾的物件，会通洗除互清气。通好，互咱恢复咱心灵的清气。诗人大卫伫诗篇51篇，因为有犯罪，所以伊就求上帝安尼讲：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，也洗除我一切的罪。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，我就得到清气。求你就洗我，互我比雪较白。伫规个圣经中间，一个祭司若要服侍上帝。伊着爱知影讲事，爱会晓洁净家己。这是每一届要到伫会幕侍奉时阵，着爱先到伫即个洗肠盆的水，用这个水来洗伊的骹、洗伊的手，然后才来侍奉，免得因为伊用垃圾的身躯来上近上帝，即位圣洁的上帝时阵，致到伊家己本身拄着死亡。施洗约翰所行的洗礼。是延续伫旧约各种的洁净礼，甲着咱拄则所讲洗心除罪即种的体验来形成。施洗约翰的洗礼，通讲是一种悔改的洗礼。但即个悔改的洗礼是要为着人做一个备办，互人准备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施洗约翰清楚安尼讲：我毋是爱恁来归向我是爱恁通过这个洗礼了后，通过这个悔改了后，来相信迄个对我后壁来的迄个耶稣基督。施洗约翰的洗礼也是专门为着以色列百姓来设立。伊讲：我前毋捌基督，总是我这个时阵用水来行洗礼，是要将这个基督显明伫以色列人中间。伫施洗约翰的时代，犹太全地甲耶路撒冷。侪人拢到伫施洗约翰的所在来接受洗礼，
当咱的主耶稣基督也认同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对上帝来，所以伊对加利利来到伫约旦河，要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约翰看见伊，唔敢为着伊行洗礼，因为伊知耶稣比伊较尊贵。同时，耶稣却对伊讲：“当请允我，因为咱着合宜，安尼来练尽拢总的义。”耶稣生伫律法下面，也要将律法下面的人来拯救出来，所以着爱伫律法内面尽拢总的义，来表明家己内心的敬虔，对着上帝的顺服。耶稣无犯罪，照讲伊无需要接受悔改的洗，总是伊爱代表全体以色列百姓犯罪的人来认罪，所以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。当接受悔改的洗礼所说的，就毋是干咱的身躯，要紧的是咱的心灵，咱全体的生命。所以一个人，伊的内心若无有真实的悔改，伊的洗礼就对伊无利益。有一寡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，到伫约翰的面前要接受洗礼，约翰严厉对因讲：“恁是毒蛇的种类，是啥物人指示恁来闪避将来要临到伫恁上帝的大受气啊？所以恁着结迄个下地悔改的果子，若无恁的洗礼对恁并无有利益。”当耶稣亲自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而且当伊受洗时阵，圣神亲像钱仔临到伫伊的身上。这段经文真有意思，讲圣神亲像钱仔临到伫耶稣的身上。有一个老牧师，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伊就有一个构想，伫咧讲道时阵，伊要制作一种特别的效果，所以伊发现伊教会讲台顶面正顶面的所在。有一个阁楼有一个架景，伫这个讲台甲这个架景中间这个天花板都有一空，所以就叫一个囡仔摕一只钱仔去到伫这个架景的所在，吩咐伊讲：当我咧讲道，我若讲到圣神亲像钱仔时阵，你就对迄个空将这钱仔给放落来。这个牧师就开始讲道，讲到这段经文的时阵。就故意提悬伊的声量，安尼讲，圣神亲像钱仔，总是迄个囡仔无将钱仔放落来，所以就搁一改大声讲，圣神亲像钱仔，犹原无有动静。第三改，伊就愈大声安尼讲，圣神亲像钱仔。伫个架楼架景的迄个囡仔讲，迄只钱仔去互猫仔夹去啊！我是毋是爱将猫仔弹落去？咱爱记住，圣经是甲咱讲，圣神是钱仔，伊是甲咱讲，圣神亲像钱仔。圣神亲像钱仔降临伫耶稣身上，上时天顶有声音讲：“这是我所疼的囝，我心欢喜伊。”他通过洗礼，耶稣伫人的中间来显明，伊是上帝的囝。水的洗礼甲圣神的降临，伫耶稣受洗时阵同齐来出现。这里有过一项事，圣神洗礼时期已经要到。但对顶面咱所讲，咱会通知水的洗礼甲圣神的洗礼中间有关联，总是两个无完全相同。若是水的洗礼就有够额，咱就无需要讲圣神的洗礼咯。伫圣经，特别是新约圣经中间讲到圣神的洗礼，这个字拢总有出现7解。马太福音书第3章11节，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8节，路加福音书第3章16节，约翰福音书第1章33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5节、11章16节，以及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。咱看起4本的福音书，拢记载圣神的洗。显然，圣神的洗对着当初时教会是何等的重要。但4本福音书伫这个所在是咧宣告一项事：圣神的洗要临到。宣告的人是施洗约翰，所以施洗约翰为着耶稣行洗礼时阵，伊安尼讲：“我是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互恁人悔改。”总是迄个对我后壁来，伊的权力、伊的尊贵、
伊的气力拢比我较大，我就是屈到家己来甲伊讨下大，我也袂堪折。总是伊来，伊要用信心甲恁行洗礼。但四本福音书拢只讲一个代志，就是施洗约翰有先来宣告耶稣基督要用圣神替人行洗礼。这四段经文也互咱看出水的洗礼甲圣神的洗中间有密切的关联，总是中间也有差别。耶稣基督家己本身来接受圣神施洗约翰的水的洗礼，来尽主版的义，总是耶稣无反对用水行洗礼，后来教会也确实用水为人行洗礼。总是水的洗礼是代表一人悔改，除了水的洗礼悔改以外，一个人爱接受圣神的洗，上时只有耶稣基督会通用圣神甲人行洗礼。施洗约翰，这个被称作施洗者约翰，伊嘛无法度用圣神甲人行洗礼。只有耶稣基督，伊会通用圣神甲人行洗礼。水的洗礼是用水为着悔改的人来行洗礼，互因得到清气。若是圣神的洗，是耶稣赏赐圣神，要互受洗的人甲圣神中间建立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。圣神要来点伫伊的生命内面，要来帮助伊、引带伊，一步一步来改变伊的生命。约翰福音书第7章37节到39节有记载，耶稣安尼讲：人若喙焦，会通到我遮来；信我的人，要亲像经上所记，要对伊的腹内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耶稣讲这句话，是指着相信伊的人要领受圣神。迄个时，当耶稣讲这句话时阵，圣神也未降临，因为耶稣也未得到荣耀。换一句话讲，有一段时间内面，有一寡人跟对耶稣，因只有领受悔改的洗礼，总是也未领受圣神的洗礼。圣神的洗爱耶稣得到荣耀，迄个时阵，耶稣才会通将圣神来降临，来洗伊的学生。但什么时阵，这个宣告才会通临到？咱看见约翰福音书所记载。当耶稣搁活的时阵，伊着伊学生来显现，因分一口气，赏赐因活命的气息，讲恁来接受圣神。但耶稣着学生分一口气，拄亲像上帝创造亚当的时阵，亚当分一口气。这个活命的气就是圣神来进入到伫门徒生命的内面。搁活的主要上天进前。搁一届来提醒伊学生一项事，讲恁暂时毋通离开耶路撒冷，恁着伫迄个所在听候爸所应允恁的，就是恁捌对我所听去。施洗约翰是用水甲恁行洗礼，总是独无过几日，恁拢要接受圣神的洗。这是圣经中间福音书了后第5届来出现圣神的洗，是耶稣亲自来确认。施洗约翰所做的宣告，上时爱伊的门徒准备好，因为圣神的洗已经要马上临到，因为耶稣已经定时的来死，耶稣也已经搁活，然后伊准备上天，上天了后，伊就要将圣神来降临。搁过10日，就是五旬节。五旬节迄一天，天顶突然间有大声，然后圣神亲像风，大风一样吹过。充满伫学生当初时自习的厝内底，上时有纸亲像火焰显现来落伫因的头壳顶，遮的学生互圣神所压灌，互圣神所充满，就照着圣神所赏赐互因的口才来讲出济济无共款国家的腔口语言。圣神赏赐伊语言的力量。这种语言的力量会通互因来见证耶稣就是基督。伫迄一天，亲目睭看见圣神临到伫遮学生身上，也听使徒彼得的见证，见证耶稣就是基督。遮的犹太人的群众拢总有3000几个。伫迄一天，因就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，
因罪得到赦免，也领受所应允的圣神。五旬节迄一天，上天到伫天顶宝座的耶稣基督，伊差遣圣神临到伫大地，伊用圣神来为着伊学生来行洗礼，也通过遮个学生，所有悔改认罪，相信耶稣是主，相信耶稣是基督，遮犹太人的信徒为着因来行洗礼，毋仅是水的洗礼，上时也是一种圣神的洗礼。但圣神的洗礼，这个宝贵的应允，毋仅是互遮的耶稣军队、耶稣的学生门徒，嘛毋是干那互遮的犹太人。圣经讲，也要互一切住伫远远的人，包括外邦人，就是所有上帝所呼召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拢有这款的福气，会通领受圣神的洗。但彼得将福音传到伫外邦人哥尼流的一家人。伊确信一项事，就是圣神的洗已经临到伫外邦人中间。所以当耶路撒冷遮犹太的基督徒，因咧质疑外邦人较会通得救，外邦人较会通得到圣神。当因安尼质疑的时阵，彼得就将伊亲身的经验对伊讲，伊讲：当我到伫哥尼流的家，伫个所在因来传讲上帝的时阵，我开始咧讲道，拢也未下手伫因的头壳顶的时阵。圣神就降临伫因的身上，亲像当初时伫五旬节，圣神降伫咱的身上共款。所以我想起耶稣的话讲：约翰用水行洗礼，但是恁要受圣神的洗。这是伫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第15节。这是第6届圣经第6届来记载圣神的洗这个字。啊，第6届记载是咧回忆过去。五旬节圣神的降临、圣神的洗的经验，上时也是回应福音书中间有4届预言圣神的洗要临到。啊，使徒彼得，伊是所有使徒的一个代表。彼得将哥尼流全家得到圣神降临这款的经验，关联伫伊伫五旬节经验着圣神降临这款的经验，上时将这2届经验拢指向同款一项代志。就是耶稣所吩咐的，恁就爱受圣神的洗。同我讲，圣神的洗伫五旬节迄一天已经实现。耶稣基督用圣神为着所有真心悔改、相信伊是主、相信伊是基督的人来行洗礼，互因得到顶头生。圣神的洗一届完成，永远有效。所以就身份来讲，耶稣已经客观上将圣神来行伫所有属伫伊身躯遮的信徒来行洗礼，互所有信徒会通过圣神的洗来归伫伊的身体，因会通成做上帝国的儿女。就每一位信徒伫后壁来遮的信徒，因的主观的经验来讲，当一个人承认家己有罪，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当伊顶头生得到救的时阵，伊就通得到所应允的圣神。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顶头生得到救的时阵，也就是伊领受圣神的洗时阵。拄拄亲像耶稣已经被钉死伫十字架顶，一摆来死，来完成所有拯救世间人救赎的工程。所以当一个人真心来相信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是为着我来死的时阵，伊就得到救。耶稣无需要搁为着伊搁一届来钉十字架。同款，五旬节迄一天，耶稣基督已经赐下圣神，用圣神来为着所有属伫伊的信徒来行洗礼。信徒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顶头生得到救，就迄个时领受圣神的洗，无需要搁再有第二届。降临圣神的洗，圣神的洗伫五旬节迄一天就已经实现。五旬节以后，圣神的降临是要帮助所有信徒回想伫五旬节所发生的代志，互圣神的洗这个客观的事件，成做伊主观的经验。上时因为有经历圣神的降临，会通伫伊的生命内底一步一步来引带伊顶头生得到救。内面非常丰富的内容，
兄弟姊妹，得救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毋是干那盖起头，你担着这个得救的滋味。这个内容包括你受到上帝呼召，上帝拣选你，上帝称你做义，上帝帮助你，互你的生命成圣。上帝到伫落尾，要互你甲耶稣基督同齐来享受荣耀。甲一个人重新得救，这个丰富的内容相对应的，拢有圣神的工作伫内面。圣神的说，就是包含所有圣神要伫你的生命中间所做的工，包括什么货？包括圣神的压管，包括圣神带伫你的生命内底，包括圣神甲你同齐伫地，包括圣神伫你内面来引带你，包括圣神要将特别的恩赐赏赐予你，包括圣神要对你的生命中间结出迄个美好的果子，包括圣神要充满伫你的生命。圣神的说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应允，无有人会通来阻止。这个应允毋但是临到原本这军队耶稣这的学生，甚至也临到原本主动基督迫害基督徒的保罗。保罗甲起头迫害基督徒，一路追杀基督徒，到伫大马士革。伫咧前往大马士革的路，耶稣搁我的主向伊显现，大光照伫伊，伊趴倒伫地，伊目睭青面。厨房有一个学生，一个门徒叫做阿拿尼亚，去看扫罗，去看保罗，然后对伊讲：伫你来的路上，向你显现的这位主，就是耶稣。伊找我来到伫这个所在，为你还手，要互你会通看去，搁要互你。互圣神充满，互圣神充满的保罗，迄时伊的目睭原本看袂到，总是敢若有亲像虚灵的鳞片落落来共款，伊马上阁会通恢复伊的视力。保罗受洗来归入主，对打以后，伊的生命180度来改变，因为圣神点伫伊内面。对原本迫害基督徒，互这基督徒受苦。转变成做一世人宣扬福音，为了耶稣基督受苦，甚至到伫落尾顺道来死。甲着其他所有的使徒同款，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，毋但是领受圣神的洗，同时也用家己亲身的经验来说明什么是圣神的洗。保罗先生伫咱今日所读另外最后一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安尼讲。因为咱众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希利尼人，是做奴隶的，是自由的，拢捌对圣神拢捌受洗礼，归伫一个圣神，来属伫一个身躯，也拢总临伫一个圣神。这是圣经中间第7届出现圣神的说，这是对着什么是圣神的说，伊的意义做一个真清楚的一个解说。圣神的说。就是互咱来归属伫耶稣基督，来成做上帝儿女，同时互咱加入伫耶稣基督搁我的身躯。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第6章第39到第4节，将这个搁做一个解说。伊讲，既然捌受洗礼来归伫耶稣基督的，是受洗来入伫伊的死，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伫伊的死，就要甲伊同埋葬。是亲像基督对白阳光、对世人中国活，也咱要安尼，互咱有得到活命的生款。洗礼的洗意义，就是将水倒伫人的头壳顶，也是互一个人全身躯浸伫水内，互受洗的人经历通过这个水，对水入，然后佮对水出，来表明伊甲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搁活这个意义。这个会通外表通看起的一个洗礼仪式，除了伊施洗约翰所讲悔改意义以外，更较要紧的是通过耶稣基督伊十字架死，伊的埋葬，甲伊对死搁活，增加这个洗礼内在的意义。一个人悔改认罪，顶头生得着救，经过水的洗礼，圣神就要进入到伊的生命内底，是要将伊的生命。甲耶稣基督的生命同齐结连做伙，互伊甲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，也要同搁活。当然，对这通看水的洗礼甲圣神的洗，结连伫耶稣基督福音。
咱若踮伫伊听起真理的道，救咱的福音，咱若既然信，就要踮伫伊有受所应允的圣神，通做勘验。任何一个人只要清楚来明白耶稣基督福音是虾米货，佮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福音，那安尼当伊相信的迄时刻，伊已经接受圣神的洗。一个人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伊的生命的主，通领受所应允的圣神。但伊必须要注意的，就是伊既然是通过圣神来进入这个救恩的门，伊就继续靠着圣神来行事为人，伫圣神的引带下面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通好互圣神来验证伫的生命中间，也对圣神来结出济济永活的果子。但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是圣洁，所以值得咱敬拜伊。你袂去敬拜一个毋是圣洁的上帝，上帝值得咱敬拜，是因为伊是圣洁的上帝。但这位圣洁的上帝也爱咱，属伫伊的儿女也着圣洁。总是咱的罪，互咱的生命污染，罪阻挡咱去亲近上帝。所以，先知一再呼吁咱一项事，恁着洗掉恁心中的罪，通好互恁得救。宗教也好，道德的教德也好，拢是要用各种的方法，互人已经垃圾的生命会通恢复清气，保持清气。总是拄亲像箴言内底所讲的，有一派的人，家己看家己做清气，总是并无洗除因的垃圾。也拄亲像先知以赛亚所控过的，你希望用剑、用济济的杀文来洗你家己，总是你的罪恶的分裂，悠然显露伫上帝的面前。但咱要安怎真正通得到洁净？这种的洁净，毋是你看你家己做洁净，嘛毋是敢若别人讲哦，你真清气上，是对上帝的眼光，就是这个圣洁的上帝看你真做是清气。上帝已经为着人备办一个清气的道路。上帝应允讲，伊要用公义的灵，用焚烧的灵，来将咱的罪恶来洗除清气。这个应允，到伫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的死甲搁活，已经实现。毋仅是伫以色列中间，这信徒会通得到圣神的洗，也伫所有外邦的信徒中间，拢会通得到圣神的洗。对五旬节直到伫今仔日，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拢会通得到圣神的洗。圣神的洗，就是互你的生命顶头生，互你的灵得到换新正直。耶稣用圣神为着咱行洗礼，互圣神能够伫咱的生命内面，上是非常要紧的，就是要带伫咱的生命内面。伫咱后一讲，咱会来讲圣神带伫你的内面，毋但是带伫你内面，要甲你同在，要感动你。激励你，帮助你，赏赐恩赐予你，赏赐快乐予你，互你伫上帝目睭前会通成做一个清气的人，用清气的心来敬拜上帝，用清气的身躯来做上帝的圣殿，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。咱结论来讲，圣神的洗，就是互咱会通确信，咱已经顶头生得到救。圣神的洗，就是互咱会通察觉。圣神已经踮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圣神的洗就是互咱知影咱有一个归属，咱是归属伫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圣神的洗，互咱开始，毋是要照咱家己的意思，是咱欢喜来顺服耶稣基督。圣神的洗是要互咱得到快乐，见证耶稣基督，荣耀耶稣基督的快乐。所以，说使若是阁有人问你，你有受过圣神的洗无？当你确信这项事。我有顶头生得到救，你会通非常欢喜微笑来对伊讲：有，我有受过圣神的洗。即使有人搁再问你，你有受过圣神的洗无？如果你真正知影一项事，圣神踮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你会通非常清楚对这人回答讲：有，我有受过圣神的洗。即使有人搁再问你，你有受过圣神的洗无？如果你知你有一个清楚一个归属，你无搁再归属任何其他的，你是归属伫耶稣基督的身体，
你会通非常明白安尼来回答讲：有，我有受过圣神的洗。说书人搁再问你：你有受过圣神的洗无？如果你无搁再干那照家己的意思咧行，你是有顺服伫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你会通大胆来对伊讲：有，我有受过圣神的洗。如果有人搁再问你：你有受过圣神的洗无？确实，你若有得到见证的能力，你的生命中间有咧见证耶稣基督，你的生命中间有咧荣耀耶稣基督，你会通欢欢喜喜对这个人讲：有，我有接受圣神的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阮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清清楚楚，咱有受过洗礼。咱嘛可能甲咱洗礼迄个牧师咱已经袂记得啦，总是咱还阁会记得，咱确实要接受洗礼，总是毋是干那接受水的洗礼。圣经甲咱讲了非常的清楚，你毋是干那要接受水的洗礼，要紧的是，即个水的洗礼中间，你是毋是有经验到圣神的洗？咱就清清楚楚知影一项事：耶稣基督用圣神甲咱行洗礼。愿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 CTBC 的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清楚这项事。我毋仅接受洗礼，我知影这项事：耶稣基督用圣神甲我行洗礼。叫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赏赐阮的生命中间有清气的水，也是会当互阮啉。上时，这个水会通洗掉阮手、脚、喙、身躯一切的垃圾。父，阮的上帝，阮也感谢你，你有接纳阮伫你面前的悔改，通过你的主，通过阮的主耶稣基督。伊就是你家的保护，来洗净阮过去所犯一切罪。毋仅是安尼，爸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应允阮伫耶稣基督内面领受圣神的洗。阿爸爸上帝，你用水、用火、用圣神来洗阮到底清气。你是圣洁的上帝，你爱阮诚做圣洁的儿女，阮欢喜来领受水的洗。领受保护洗，也领受圣神的洗，互阮的生命会通恢复清气，互阮的生命会通保持清气，互阮的生命伫你的目睭前看做清气，看做欢喜。靠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